高雄的寿山动物园最近替一只30岁或做西王的老师搬厝。西王进前伫咧民间农场，因为农场关门非法展览去互检举，伫短短2冬内就搬厝3届。伊若搬厝一届，就爱麻醉一届。动保人士看了是真唔甘。西王坐伫动物园区，看起来淡薄仔神圣。这是伊头摆出来活动5天前，伊才对农场搬来遮。我得先采血。来采血。我在抽药，等我一下。注麻醉了后，西王规身躯软膏膏，身体面筋甲伊的面扛起来，搁爱出动6位工作人员做伙搬。好，先生，1、2、3。这只狮名叫西王，138公斤重，已经30岁，差不多是人的70岁。动物园有缩短麻醉的时间，伊的体重伤过轻，加在伊即马逐工拢甲6公斤的食物食了。因为它后肢不变嘛，后肢有点肌肉萎缩，然后行走有点掰卡。对，那但是它的整个活力上面来说的话，跟其他狮子是差不多，没有到特别差。对，那食欲也不错。其实这只西王捌伫个台南的农场14冬，拄着农场关门，才搬来高雄。这摆是高雄的农场9月互人检举，不得已搁再搬厝。一般民间在饲养这种大型猫科动物，其实最常遇到问题可能是场地跟它的医疗能量，那还有它的照养的强度上，可能没办法达到这么好。老西王年岁大，短短2冬煞搬厝3摆，动保人士真唔甘，希望伊伫动物园有另外4只狮做伴，好好啊过老年生活。记者陈嘉文为做高雄报道。